兩會之後，作為一股政策嘅東風，道教係被明確咗文化強國、傳統文化創新發展以及係文旅融合嘅主調性。官方支持宗教健康傳承、非遺保護、強化文旅經濟嘅方向。而作為中國嘅傳統文化信仰之一，道家文化將主動規範化、現代化、生活化傳播。其實呢個咧唔係封建迷信，而係傳統文化回歸，加上時代情緒共鳴，再加政策支持，以及新媒體傳播共同造就嘅國潮現象。道教其實係中華優秀傳統嘅文化傳承，加上而家嘅年輕人內卷焦慮啦，追求養生靜心，咁道家嘅思想、空間美學同埋生活方式啱啱就好契合到呢一個方向，所以兩會入邊中得到咗國務院嘅官方認可。而道教作為中國唯一本土起源嘅宗教，喺國家層面獲得咗承認，其實係一個歷史性嘅過程。喺1957年嘅4月，中國道教協會就成立咗啦。呢個其實已經標誌住道教喺新中國得到正式嘅承認，道教作為合法嘅宗教喺中國獲得咗正式嘅地位，亦都意味住國家對呢一個本土嘅宗教制度化嘅管理同埋引導。國家承認道教其實絕非係簡單嘅官方認證，而係基於喺文化、社會同埋國際層面嘅重要價值。首先喺文化傳承同埋復興方面咧，道教係中華文明嘅重要組成部分。佢嘅哲學思想、醫學養生、武術藝術，例如太極之類，都係寶貴嘅文化遺產。第二，道教嘅思想其實係可以有效促進社會和諧嘅，因為道教入面道法自然、無為而治嘅思想，強調咗人同埋自然嘅和諧共生。對於緩解社會矛盾、引導大家去追求內心嘅平和、勸人向善、積累功德，呢啲都起住好積極嘅作用。第三，構建國家文化認同感。作為中國土生土長嘅宗教，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嘅一部分，有助於增強我哋嘅民族自信心同埋文化認同感。第四，道教作為中國獨特嘅文化符號，其實係可以同國際社會對話嘅，具有好高嘅辨識度。所以咧，官方嘅承認亦都係為道教文化嘅對外交流同埋傳播提供強而有力嘅支持，可以更好咁樣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嘅獨特魅力。所以道教嘅本土屬性，令到佢喺中國宗教體系入邊有住不可替代嘅地位。佢唔僅僅係一個宗教嘅信仰，更加係承載住中國哲學、醫學、藝術等多方面智慧嘅文化載體。國家承認道教，亦都係承認呢一個獨特嘅文化根脈。記得點讚關注哦。